顾西西，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这么扯着嗓子表白的。Alex 邀请我们一起去米兰度假，这是针对这次度假做的一些计划，你要好好准备一下。等等，我怎么觉得我在备战高考啊？6点起床，上午意大利语，中午餐桌礼仪，下午商务礼仪，晚上舞蹈课。我12点钟能睡就不错了吧？有觉睡就不错了。尹思辰，我们合约里签了，每天工作8小时，加班不得超过3小时，每周休息1天。你这分明就是虐待、压迫、剥削。你未经我同意和莫子欣私下见面，已经形成了违约行为，所以8小时工作制无效。没关系，你可以慢慢赚钱还我违约金。你吃了吗？怎么说？还给阿芒。手心还是手背？选一个。给你请的礼仪老师就在里面。这不是你办公室吗？西薇，你说的礼仪老师是冉小姐啊？我过几天要带西西出去度假，所以请你教她一些简单的社交礼仪。原来你说的是这个事儿啊，放心交给我吧。顾西西，好了没有？没有。你过来一下。啊？你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？帮我拉一下拉链。一步一步走。我看今天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我们换一个动作？别！哎呦，我脚疼的不行了，我真的疼的不行了，我得休息。胸外到了，怎么样？我看看。没事，歇会儿就行。疼吗？那今天就到这儿吧。谢谢老板，体贴的老公。思辰，你过会儿有空吗？我想跟你聊聊。84、85、86、87、88。今天就哪都不要去了，在家里好好背一文，错一个罚100。叶思辰，做人不要太绝。89。西西，奶奶，快来接一下。还是奶奶对我好。奶奶，快坐。哎，还在抄呢。哎，奶奶，这个用译文怎么说？Ti amo，不对，应该是 Ti amo的 Validanto， 对，就是这个 Ti amo的 Validanto。我记一下啊 ，Ti amo的 Validanto。你的脚怎么样了？
好点了吗？哦，好多了，已经没事了。那明天的舞蹈课可以吧？还有舞蹈课啊？那我就只能说 ti amo te vedi tanto。你说什么？我说 ti amo te vedi tanto，ti amo te vedi tanto 的。笑什么呀？跟着我。嗯。这可是恶魔隐私城啊！顾西西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不能被他迷惑了。你们这也太恩爱了吧！冉曦薇为什么请我？我能不能选择不去？怎么？因为他是我的青梅竹马，你吃醋了？哎，对，就是因为他是你的青梅竹马，我看到你们成双入对，我就悲愤交加，你就不要让我去受这个气啊！不行，你不要不识好人心。西薇开的是什么类型的工作室？时尚自媒体。谢谢你。还没报够。我刚刚是在算你这个体型大概需要多少布料，这次你的礼服就交给我吧。